阿哈尔捷金马，它不仅是土库曼的神话，也是全世界的神话。它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全世界都为它而折服呢？世界上有250多种知名的马种，其中有3种被认为是血统纯正的，那就是阿哈尔捷金马、英格兰马和阿拉伯马。可为什么偏偏古老的阿哈尔捷金马的命运最为鲜明，也最具悲剧色彩呢？在这些世界著名的马匹中，有几十匹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博览会上获得过最高荣誉。他们的名字无法全部罗列，其中一匹叫做阿克先特的马，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后，被人们誉为世纪之马。是谁最先培育出这个马种的呢？如今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国家都在繁育阿哈尔捷金马。关于阿哈尔捷金马最早的技术，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马其顿、希腊的作家们不止一次提及阿哈尔捷金马，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马匹，依靠他们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些优良的马匹是土库曼祖先忠实的伙伴和助手。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作家阿毕安这样描写阿哈尔捷金马的神态：他们像强大的国军一样高昂的头，金色的列宗在空中飘扬。科学院院士维特写道：有事实证明，阿哈尔捷金马是世界人工培育马种的基础，它是世界养马业赖以起源的珍贵马种的直接拷贝。经过漫长的岁月，阿哈尔捷金马的外形更加完美。最漂亮的是它的头颅和它那天鹅般的脖颈。为锻炼它们前腿和脖颈的灵活性，人们在地面挖掘坑穴，将饲料放在里面。马匹为了进食，必须弯曲脖颈和前腿。阿哈尔捷金马对主人非常忠诚，被人们视为家庭成员。难怪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清晨先和父亲谈心，然后再跟马儿叙谈。土库曼人受到的教育是，不仅要对马匹温柔，还要由衷地去热爱它们。对马匹动粗，被认为是莫大的罪过。
马匹死后被像人一样的安葬。科佩特山路曾是商队的交通枢纽，关于这里有美丽绝伦的马匹的消息也随之传遍了世界各地。它们被贩卖、偷盗和被作为战利品从这里掠走。在古尼撒的墓地中，发现了与阿哈尔捷金马完全相同的马匹骨骼。不仅仅在尼撒，在土库曼、奥登杰佩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马匹画像。阿哈尔捷金马是安息文明、迈尔夫文明兴盛和衰落的见证者。他们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经历了那些残酷的历史事件。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征服了他的爱马的故乡。这匹名为布法采尔的骏马是在里海之滨得到的。像自己的老师吉尔一样，亚历山大大帝由于同洛克萨娜公主成婚而得到了世界上跑得最快、最能吃苦耐劳的马匹，这对他日后取得军事成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元7世纪，中东衰落之后，阿拉伯人闯入了土库曼西部，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阿拉伯人惊异于阿哈尔捷金马的美丽、高大和优秀的战斗素质。按照战争的法则，阿哈尔捷金马成为了他们的战利品，许多马匹被运到了叙利亚。又有谁会知道呢？也许阿哈尔捷金马被用于改良阿拉伯马种，使它们更加漂亮和优秀。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大举入侵，饱经苦难的大地再遭血染，尼萨和迈尔夫被完全摧毁，人们从开阔的平原逃到沙漠之中。
马匹分担着人们的艰辛和痛苦，在最悲惨的时候帮助人们生存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别的什么时候，阿哈尔捷金马一直被当作战利品。在20世纪，阿哈尔捷金马被运往俄罗斯、英国、阿富汗和印度。在阿哈尔捷金马几乎要从他的故乡绝迹的同时，他却在这些国家改良人工培育的高级马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哈尔捷金马参加了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战争。土库曼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和自己的马儿分开。如果有一天马儿独自回来，它的主人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1924年对阿哈尔捷金马来说是悲剧性的年份，地处人类文明交汇点的土库曼斯坦也无法避免世界大变革时期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国界出现了，土库曼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苏联人民的大家庭，取消私有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影响。禁止在自己的院中养马，马匹成为集体农庄的财产，被土库曼家庭视为朋友，如同血缘上和精神上的亲人一般的马匹，现在必须自愿地上交国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的儿子们是把这种生灵看得重于妻子、孩子，甚至是自己的生命的，把阿哈尔捷金马混同一般家畜圈养在集体农庄。当时的领导人犯下了多么荒谬的错误！对阿哈尔捷金马命运的关心，促成了1935年进行的现代马匹远程竞赛。30位技艺高超的骑手
证实了阿哈尔捷金马杰出的素质。这种马在翻山越岭、穿越沙漠、跨越平原，只提供少量食物的条件下，展现出了非凡的耐力。用84天时间完成了4300公里的行程，而且大部分路程是在穿越巨大的卡拉库姆沙漠。有谁能想到，大自然和人类用了多少个世纪，才培养出这一优良的马种？卫国战争前夕，土库曼开始组建骑兵兵团，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间流传着许多土库曼战士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在选择参加胜利检阅的马匹时，阿哈尔捷金马从众多的优秀马匹中脱颖而出。1945年莫斯科红场的胜利庆典上，朱可夫元帅就是骑在阿哈尔捷金马上检阅部队的。然而，无论是世界的承认，还是阿哈尔捷金马的光荣，都不能消除绝种的威胁。国家饲养阿哈尔捷金种马，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饲养者都想极力摆脱它。关于阿哈尔捷金马的遭遇，简直令人不堪回首。人民的骄傲和神话，难道它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是它陪伴人们走过一生，从所有的战火中生存下来，与人们共同承担不幸，在节日里又美丽的如同天仙一般？难道它的末日真的来临了吗？
社会和政府的关心为阿哈尔捷金马带来一线新的希望。1986年，土库曼部长会议颁布了禁止食用阿哈尔捷金种马和允许将马作为个人财产由个人饲养的命令。这是阿哈尔捷金马命运的根本转折点。这项命令是土库曼斯坦现任总统、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尼亚佐夫先生签署的。1988年的阿什哈巴德莫斯科长途比赛，向世界宣告了土库曼赛马获得了解放和新生。今天，在土库曼斯坦国徽的中央，绘有阿哈尔捷金马的形象。土库曼斯坦总统还下令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土库曼斯坦赛马节。人民不会出卖朋友。作为对忠诚的阿哈尔捷金马的回报，土库曼斯坦将建造一座浮雕群，来记载阿哈尔捷金马走过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从远古到今天。马儿同人民一起创造了它的历史。阿哈尔捷金马，新的曙光已经升起，我们相信它永远不会泯灭。